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在今日的暗时，你来关心到中度风台杜苏芮，即马带来的风雨对着台湾的影响最大的时阵咯。金门已经宣布了，马仔28号停班停课。那么苗栗以南14个县市，今日拢进入了陆上的警报区。那么特别是高雄、台南、澎湖、雨势，今仔日暗时会渐渐变强咯。那么华东地区嘛要特别注意到雨大雨。那么特别是住在山区的这个观众朋友，嘛要注意到山区的土石流。另外，包括到北部地区在内，真侪所在会出现到9级到11级的阵风。那么根据到这个杜苏芮风台的走向，风台对着南部的影响可能会继续到马仔早起。除了影响到南部的风台以外，偏好第6号的风台卡努也有可能会在下礼拜1来形成咯，往台湾的北平来经过。不管是毋是会经过到台湾，请观众朋友来关心到风台消息，随时锁定咱公司的第2台。那么今仔日咱游玩要来甲风台的消息呢，来关心到恁兜敢有看到你的冷气房、冷气台会落落去？这会使讲行人地价加一项，张天志更是第4人。那么即马风台要来是大考验，好好检查到底恁兜的冷气是毋是会害死人？来，首先先关心到，咱来介绍到咱的这个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室内设计师林祖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设计师林祖琼。那么第2位是咱甲级的冷冻空调的技术师黄派显。大家好，我是黄派显。那么第3位是咱韩国德林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林宏金。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咱来关心到底什么来关心到这个冷气的公安呢？在你会记袂？在顶礼拜，台北市建管处就提醒着民众爱加减巡一下，才袂害人受伤。那么会着吃着官司，你会记得在新北市，那么弄死人的这个代志，引起了各界爱关注着装冷气的时间安全。风咻咻叫，搁下大雨，中度风台杜苏芮挖进台湾，未少所在咧透强风。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提醒民众，爱先检查徛家环境，因为7月20才发生按冷气落落去害死人的意外。土地一句话都无讲，是暗师傅敢若是无甲落实甲法案来造成不幸。这桩意外也引起冷气机安装作业的公安讨论。落空的先落壁，落壁你爱看，伊壁是窗啊较浮，较浮的时你就是螺丝就爱加锁较深的，落较深的。壁好爱落较深的。资深师傅建议冷气卡座爱加拍壁好，加强承载。另外，冷气架嘛有材质的差别，就有电器行头家娘讲，架生生也是爱有铁拿较安全。镀锌架就是一看耐啊，因为铁架很容易就较薄嘛，爱买很快就生锈了。第一个可能你有铁拿放咧，这台机器你若久来，伊若生生，你嘛袂落落去啊。过来就是阮施工的人要落去的时候，我爱有法度有一个支撑，有一个着力点在打迄个铁拿面顶。电器行头家娘表示，若是师傅手剩袂着，搁无铁拿，师傅会使拒绝安装。台湾的冷气机估计有2000多万台，安冷气的美角遐济，要安怎安伫倒？法规爱安怎规定？买手阁需要中央甲地方政府好好研议，才会当保障冷气师傅甲用路人的安全，避免阁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咱甲观众朋友讲吼，其实咱为着这集吼准备了真侪材料啦，但是实际上看哇，这其实问题真大。第一，你敢知？咱全台湾2200万几台的这个冷气机呢？咱你甲想看卖，咱每一间家家户户上无2台至3台左右。啊嘛，
尤其咱台湾吼，差不多一半较加拢是20-30年以上的这个古厝地啊。咱也知影讲，这真济拢无所在好囥，才会来挂伫外口。但事实上，这冷气算做家庭电器，但是佫挂伫外口，挂伫外口伊佫无法规。哎，咱来看吼，即摆咧看咧冷气室外机吼，有诶放伫阳台啦，啊有诶放伫吼铺拿用铁架啊啦，吼啊有诶吼用铁架安尼放诶，啊也有吼规气啊放伫咧阳台外面诶，啊有放伫护栏诶，吼啊有放伫雨遮诶，吼这吼两种做咱先请即个咱诶室内设计师吼来甲咱讲，你实务当中拄着诶吼，你敢有讲安尼即个厝主讲，我挑工要害人诶，啊，还是讲其实大部分诶即意外拢是无注意，还是无去想到才来造成。咱这吼会当为几个所在来讲。第一点，我若是旧厝，较早旧厝的时阵，咱拢是冷气的室外，咱是拢窗式冷气，窗仔型的，就空伫遐，我冷气插落去，无需要室外机的空间，所以拢无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代咧进步。机器变成分离式的时阵有无？我需要一个内机一个外机的时阵，咱头仔咧讲的3房2厅，你讲3台伤客气啊，基本拢爱5台啦。吼，即摆大家都变频的。对啦，啊这5台，你讲整5台，放去到外口的时阵，啊咧洗衫机啦，吼啊烧水器啦，吼迄要放伫地，无所在通放嘛，所以啊搁塞去外口。啊，加上讲吼，一般的人伊买到这厝的时候，大部分中国的，伊已经拢有阳台外推的事实啊，所以伊的空间搁愈少，就爱搁挂迄个愈外口。OK， 咱即马咱的电器工会有颁布一个简易的吼，简易的一个安装规范啊，甲你建议讲吼，你爱有这个迄个。这安装的方式吼，安尼啊无吼，伊边仔有写哦。你若是无安尼做吼，惊你无法度保固维修，无人有法度甲你维修啊吼。安尼因为有即个物件，互阮加一个保障，我当甲人客讲啊，你这吼一定要安尼，嘿，啊无我无法度做，人原厂来讲啊，这伤悬，啊这爱出去爬出去，我无法度做，啊所以你要有一个室外机架。吼，但是有的业主会讲啊，人隔壁会使，你较袂使。人拢爬出去，你也爬袂出去，人毋是故意的，因为真正有人爬出去。啊，嘛有师傅讲，啊，我30档啊啦，我拢爬出去，拢30档拢无代志。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做专业的人咧，甲业主讲说，千万毋通互爬出去。伊讲师傅讲会使呢，啊，我讲莫啦，出代志的是毋是咱两个拢爱出代志？吼，因为我装修我同胞嘛，啊，业主伊是请阮来的嘛，大家拢有责任的啊，所以讲毋是讲吼，有可能是师傅好心。吼，伊算较勇敢，啊，毋过咱吼的身家无够。所以你实务上已经会拄着讲，实在是无所在，然后可能必须要挂伫外口，对，对不对？挂伫外口吼，我听到这设计师咧讲到这工艺的时阵哦，听到心会惊惊咧。观众朋友你要注意哦，这集你都要注意听哦，这工艺什么代志？这吼，咱迄个膨胀螺丝啊，吼，咱若要锁较重的物件，包括咱的下颈啊的迄个水槽啊，吼，这较重的，也是咱的冷气室外机，咱拢一定要引一个空，然后拍膨胀螺丝落去。阮有看到有人拍这个塑胶钱仔落去呢，吼，啊，咱该去考虑着讲，我这个拍落去爱拍偌长，较有真正到咱的结构层内底，反正有无？伊差不多1公分是太露。1公分是黏剂，吼啊迄个差2公分是抹病的所在，啊真正拍离咱的结构体剩1公分。真正夹落去壁倒的才1公分啊！嘿，啊所以你锁螺丝锁了无够深，锁了无够落去，锁了无够侪支。啊，大个人，迄个头仔迄个影片内底有讲嘛，迄一个架内底爱有2个人徛伫遐摸迄台冷气，啊，迄台冷气也总100几公斤，啊，迄2个小，架上无嘛是80公斤。好，无啦，迄个这2个少年仔一人8走吼，啊，咱算200，啊，你总共300。300。300你爱按600，吼，万一若去互害一个就落去啊，所以爱锁偌济结构落去。哦，所以在施工的时阵哦，厝主嘛要注意呢，再加减问一下吼。所以我虽然问哦，咱实务专家吼，咱的价级的就你一般吼拢一组的啊，你这价租的哦。是。你甲咱讲吼，这个工艺你拢平常时安怎算，还是讲你拢按较长的这个艺？平常时阮拢是用2分的壁厚，
啊，看阮若有看到迄有抹洗牙液，还是抹啥物物件，阮会甲讲互开，拍你壁刀内底，哎，确定有在，咱才会去打起哩。哦是，这是头一个，但是呢，较早这个继续这个问题就是讲，啊，就真正旧厝地都无所然后囥，啊，恁拢安尼爬出去吗？无，对阮来讲，阮会听工会建议，咱爱安装铁架啊、铁笼，阮才会爬出去外口，才来安装设备，阮真正毋敢爬出去。对阮来讲，这是安全，我有厝爱顾。为了安全，阮伫遐做铁架啊，叫吊车，做即个铁架啊。叫吊车哦。是。伫中南部，啊，那一般的人若想着讲，我叫吊车咧，加开偌济钱，嘛有消费者无愿哦。是。真的。伊若无愿意做即个铁笼，阮就袂做。阮就因为设备无法度个维修，若歹去，要哪爬出去？装是会使装，啊爬出去维修，迄个是一个问题啊。无就大家拢蜘蛛人咧。哦，啊，你迄顶头，你即个帽啊，甲即个吊钟，这是啥物物件？我毋捌看过人装冷气安尼，装甲安尼。装冷气时阵爱戴安全帽啊，若爬悬爬低，角铁弄着，迄老火老铁，一定爱戴安全帽啊。咱爬悬爬低，一定爱挂安全带，嘛爱挂钩，咱挂伫咧安全的所在。才袂咱落去的时阵有一个保障，会甲阮扭咧、开咧，才袂落落涂骹。有人定定看到你这摔死。规梳是穿的，规个啊念着身躯安尼啊。嘿，穿咧排咧身躯。哇，所以但是这一般吼，我是替观众朋友来问啦，就是讲，弯刀我就真正无所然后囥。第一，我就爱先烫铁架啊。是。啊，敢有讲完全无法度囥铁架啊？譬如讲。因的大厦公园，因的大厦公务吼，的管理委员会讲袂使，阮的建筑的外观拢袂使，你啊囥去外口安全，嘛有拄着嘛？有，阮就会建议讲囥伫阳台，囥伫伊的壁刀顶悬，挡着伊的风景尔，看伊要接受无。伊若要接受，咱就讨论用其他方式，若是用创新的。就是进前发生意外迄种创新的，就是剩即两种方式。就是剩这种方式安尼吼。是。我要来请教林老师吼。这第一吼，真济真老旧的这个公务华厦吼，就真正拢阳台外推去，像头仔设计师所讲。这即马现主时吼，咱毋是讲袂使安尼，就讲啊，有实际上伊就有这个问题，啊，要安怎处理呢？这个问题当然讲起来有一点困难，就是讲你的空间确实都无够。哈。啊，但是咱即马慢慢会开始明白，讲这个安全的代志吼，已经是大家爱去注意啊。有当时就是无知吼，感觉讲啊，都装一个冷气放喺遐，啊放久啊也无代志啊，都千万台冷气都无代志，我的总会，嘿啦，我哪会出代志？大概一般的人吼，拢袂去感觉讲家己会出代志，包括拄啊讲迄无证照、无专业知识的这个安装的这个工人，伊嘛是共款安尼想，伊讲我咧像拄啊，之前你讲我咧爬悬爬低爬几60档啊，我都拢无代志啊，啊所以哪有可能出代志？这感觉这就是一个无知啦，哦，那么。旧的建筑物确实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家己的空间一直给阳台外推，前凸后翘，对不？啊，你都拢所有的空间都要做家己室内的用啊，所以就会去放伫外口，就会去侵害到公共的空间啊，或者是讲甚至侵害到道路，这拢有可能啊，所以你。做任何这物件，拢某种程度，拢会家己后摆发生什么责任吼，唔知。老师，我插一题吼，咱若看讲，阮兜这楼顶拢安尼室外机拢走出来吼，我会当去检举袂？室外机检举，即马目前吼，因为违章处理办法内底这个
这个分级吼，伊毋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讲，咱即马今日咧看这个问题的时阵哦，咱其实也有这个公共安全的申报、定期申报、消防设备的消防安全的申报，拢有哦。公共安全包括什么？包括建筑物的安全嘛，包括你设备设施的安全嘛，哦这设备设施的安全这个部分，责任是上当。这个责任就是你所有权人、你使用人，哦，咱的建筑法77条都有规定讲，咱的所有权人甲使用人爱对咱的建筑物的构造甲设备的安全爱负维护的责任。所以这个一般的建筑物来讲的时阵，就是所有权人。若公务大厦，伊就是全体的人拢爱管的。所以咱伫个公益大厦管理条例，毋知规定讲，这个公共安全的申报、消防的申报，你就是管委会，你爱去申报嘛，你爱去负责申报嘛。那么最近即马城中城迄个火灾的事件发生了后，咱有修法嘛？强制啊成立管委会嘛？即马公共安全申报的 H 类就是主题类的迄款的吼，8楼以上就爱来申报啊，8楼以上就爱来申报啊。那么所以，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制度其实拢伫遐有，即马是解说问题。拄啊，黄先生伫讲，这冷气机是商品，冷气机是商品无毋对啦。商品来到伫个厝的内底，究竟伊是叫做建筑设备，还是抑阁是商品？但是已经甲建筑已经产生关系啊嘛。对啦，所以建筑法第10条，伊讲辐射在建筑物内有电器啦、这个煤气、电信、急水、污水空调调节的空气调节的设施，空气调节的设施到底是只有中央空调迄款才算，还是分离式也算，还是讲窗型的冷气机也算？我感觉这有解说的空间啊。这费数量哦。对，这就是讲，你若讲用法律制度来看的时阵，这拢会使解说，但是即马的公共安全申报迄内底无包括这项，伊若迄个。建筑师也是相关技术伊签证，伊嘛无签证领导。无咧签证？无啊，无签啊。包括咱即马外墙会发生安全的，毋是干那冷气尔咧，会后包括铁窗会落落来，对，嘛包括迄个瓷砖、泰炉会落落来，对，拢会去第四人，拢会去甲车弄歹。所以这个代志牵涉的拢是公共安全的问题。谁爱负责？这个责任基本上就是家己厝主、家己所有权人、家己使用的人，家己管委会。若像咱顶礼拜迄个冷气落落去，这个情形吼，除了这工人爱负责任以外，这个厝主连带这个大厦公务管委会，敢都爱负责任？是啊，你会记得较早一个电梯吼无修理，一个囡仔算会平去电梯门落落去，检察官去甲伊起诉39号总起诉，因为你无维护你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所以可大可小哦。所以这是从法律面来看吼，伊基本上这个维护设备安全责任都是家己，这个家己。通常拢袂去注意到，讲我应该负遐尼大的责任。这听起来是安尼可大可小呢，可大可小呢哦。我补充一下，这个家己啊吼，咱咧讲这个公务大厦，咱讲家己，毋是讲迄个厝主，因为我是其他的区权人，我嘛爱甲讲啊，我嘛爱伫区权会内底讲，你咱袂使，咱袂使，咱袂当安尼。对，问题就是讲，但是大家爱共同负责啊。咱头仔王金老师咧讲的讲，咱即马咱国内有规定的迄个，甲咱空调相关的法律是啥物？伊有去控管着咱的建筑法第7条的杂项工作物，咱来讲咱的迄种中央系统的空气调节设备，迄个讲啥？
伊倒有去，你也注意甲看，伊倒控管着公共总。公共总就是讲啊，公家机关呐，吼啊，诊所啦、补习班等等啦，大家拢会去的迄个所在。当然嘛有包括着咱的大楼，但是伊是大型的，比如讲咱病院，咱有中央空调，私人主体拢无。所以讲今仔日即个事件，伊谁那找无一个物件要甲发，最后用迄个什物职业安全卫生去甲发，因为无规定啊。咱的所有的政府的法律还没有跟上。咱会当来管制两个法，一位即个卫生安全法，啊，一个是算作是建筑法。对。这两个嘛，吼。对。但是建筑法，头仔听王金老师讲起来是看安怎解说啦，吼。啊，但是这个安全卫生法是无法度通啊管。其实因为会去受这个训练的这个施工人员，通常是有。冷气空调，像这驾照的才有啦。因这种公司叫特许行业，因内底就是要有偌济机牌才能开这个公司，所以这牌，伊这几支牌内底拢有考这冷气空调安那安装。这用的才有通安尼啦。对，所以讲因的考试的过程中，这拢是必考的，所以因遮的安全知识拢有，而且因考到这个证照了，佮一直回训。一直相关的这职业安全卫生的这相关的，所以伊若真正做无好，你也发应该，吼，但是你若拄讲，你讲要搁家电业的这迄个冷气安装的师傅，因去考这个证照，你要求伊安尼有可能有较难咯。无啦，伊若考会调，伊就去做伊的工课，因为吼，迄足歹谈，即摆斗一台冷气啊，趁偌济钱尔，啊，佮负遐济责任。你咧地目屎，足歹谈的。对啦，哎呀，咱若请会去因来咱厝内底斗空调，迄介绍吼，袂当讲天价，人嘛是用迄个性命咧甲咱斗啊。科长，你甲咱讲吼，这图是你甲咱讲，这我一张一张吼，咱来看吼，这安尼算安全吗？算会使吗？啊，有合格吗？这，好，对我来讲，这个第一张拢维修小可歹处理，维修歹处理吼。所以恁其实唔那是关心到安全的问题，还有日后维修的问题。是，吼，啊，这是放伫室内。这放伫室内吼，这安尼。那有诶讲，我有看到这个内政部吼，咱来看这张，内政部有互咱一个指引啦。即马5月才开始研议的嘛，还未实施啦。还未实施啦。伊也有甲咱讲啦，讲吼袂使放伫涂骹啦，啊你这吼，这个循环歹啦，爱会热啦，啊讲甲你打一个叉叉，但实际上。啊，我就无说人放，我就无要放倒位，我就放遮啊。吼，啊无伊就铁架啊，剩较悬。是。敢是安尼？恁实务上恁怎安尼处理？实务上，若真正无法度，阮就是放涂骹上在上稳，一定袂落，一定会当修理。不过它的效率会比较差一点，但是这是不得已的。所以实务上无可能讲安尼，遮稳啊，拢。171啊222安尼就去做，就去照迄度。无法度无法度照伊的安尼规定来行。那你的经验当中吼，会违反规则，无法度照正常来安装的比例才有偌悬。6成。是。哇，6成哦。是。所以这其实是环境足歹。你其实袂当安尼讲，伊有6成，阮无啊。啊，因为请会去因的空间一定拢有好。所以比例搁较悬。对，因为安那要请因，就介绍啊较悬，因就较好的工课因要做啊，吼对毋对？啊，阮是伫夹缝中求生存的，因为工课来到阮遮的时阵有无？因为阮是做装修甲统包。通常阮若是去接到一个 case 的时阵，拢是预售屋因就让伊找阮啊。毋过迄个时阵无迄个度啊，阮会问讲啊，恁去要走对要做对，讲啊，迄起好绝对拢有留，结果来，啊无留，要安那？吼，伊毋是无留，伊家己留伫外梁，留伫外梁，阮是留伫外娘，留伫外梁，我有一张相片，毋知有藏起来。我你看是倒位？搁来我看卖，毋是这张，搁来。这张你的相片我拢有甲你
老掉。那这不是这是天崩落落来。哦，这看起来你像这张啦吼，即马用迄个红箍啊箍起来遮，这就是活牛，这就是活牛。阮是安怎做？阮若开一块柴棒，啊无人要囥梯啊，要囥楼梯，啊这人要爬去顶悬斗恁去，根本无骹路嘛，吼。啊，其实比这搁较恐怖的搁愈侪。那阮就是讲，你这建设公司，那阮若人客买的时候，我嘛甲真恭喜。我讲啊，这建设公司顶一个案子，伊就是有斗恁去外基的空间，安尼放心放心。啊，后一个嘛有斗哦，多一个无斗。无斗的时候，变成阮师傅爱为女儿墙爬出去，啊，然后活牛搁大鸡细鸡，啊，你的室外机的空间会当斗的足少的，你还用斗差不多2台尔，啊，问题爱斗4台。啊，你斗好哦，都斗会起哩哦，维修要安怎？啊，你维修的时阵是原厂来伊一看，哦，安尼你啊贴来，我靠，要甲你看。请部队来处理才有法度呢。对啊，所以你拄着这代志的时候，我捌伫阮安平拄着一件，迄个时阵有无？阮真正想无，我讲啊，靠，这个建设公司遮尔好着，哪会起这个厝出来哦？吼，啊叫迄个干部局啊出来，啊叫建设公司来出来，啊搁拜托议员出来斗讲哦，讲啊靠，安尼，人建筑师出来讲，啊迄个建筑法内底也无规定啊。建筑法内面无规定。啊，阮就甲伊讲，袂当啊！你遮尔好的建设公司，你较会当甲法规做低标，做高标。我讲哦，这法规就规定安尼，咱就搞遮就好。吼，应该是讲哦，我要做愈好。啊，这甲囥伫上家，吼，我爱阁量一个足大的空间互恁，啊，敢有可能？那阮台南嘛是有即个建商啊，人个厝吼，落还袂土落还袂乌了，拢卖完啊。这我来引起我咧问林老师吼，王金老师，其实咱即个冷气出现即个分离式的吼，已经嘛是差不多20档左右，超过20档，20-30档左右啊嘛。那么自20档进前开始起的厝，那会拢无想到分离式。啊么无即个适当的所在，像咱看，这种新的厝呢，这种新的厝呢，啊那会拢无做这种想法的处理。分离式的吼，毋是敢若20档，我会记吼，至少超过35档。哦，嘿，我10几档，我还未21世纪，我搬来房三零埔，啊，我伫房桥住足久的，啊，我差不多住迄个，我做迄个装迄个分离式的是。台湾头一个公司吼，迄个名我还阁会记得，迄松格牌。啊，所以迄个已经若开始有分离式，甲即嘛吼，已经超过35年以上。但是咱的法规吼，其实你讲伊无进步嘛毋对，但是法规就是在进步中啦。因为以前的古厝遮吼，遮尤其遮讲遮华夏或者是透天的吼，这基本上。无法度去啊，加上拄仔讲，佫违规，佫违章啊，所以伊即马要来用即马的角度去讲，啊有一个真好的空间，有一个真好当道的迄个，无可能啦，这无可能啊，所以无可能的情形下嘛是爱想办法，因为厝总是往后看，就是新的厝，即马大部分呢拢有集中设置相关的。空间啊，甲伊弄格栅，即摆不管新厝吼，伊有透过这个都市设计也好，都市更新也好，一般的建筑大部分拢有啊。新的厝免惊拢有，啊，拢有的时阵是毋是住户牌按照迄个位去做，迄嘛有可能嘛有啦。啊，但是新厝较无需要烦恼，就是旧的部分吼，旧的部分的建筑法规就是像之前你讲啊，都我地标就可以了，很。真侪建商就是讲，我地标拢会使，我的厝足侪人要买的，惊卖袂出去。你卖会一个？对，所以这个代志，咱即马爱重视的，就是讲旧的部分是要安怎改善。哈，啊，旧的部分要改善这个代志，较包括这个消防设备，这个嘛是民国84年以前，哪有什么好的消防设备设施？所以消防法都。规定啊，这个建筑法就开始规定。我拄仔讲这，家己爱负责这条法律，就是伫民国84年定的啦。其实是真早的吼。
啊，这个规定了后，才开始有这个公共安全申报，爱互迄个相关设备师来签证等等，这已经实施多年啊。啊，只不过就是讲，因为政府嘛，你看讲人愈多，所在是愈危险嘛，啊，所以提供做公众使用的迄个部分特别要紧，迄种有规定。啊，那一般主体，迄讲恁兜咧大，可能较无要紧，啊，放目啊，互你过。迄就较聊笑过。啊，但是即马今仔日发生这个不幸的代志，拢是一类迄主体哦，公务大厦，还是遐华夏。这吼，我会当理解讲青红不接，还是过度的时期吼，应啊拢是安尼。但是其他的国家无这种情形吗？日本呢？日本的建筑基准法12条，拄啊交咱的建筑法77条共款，伊就是讲，伊嘛定一个定期检查申报的制度。啊，伊这个制度内底吼，伊规定包括这设备师、设备室、技术室，伊这部分呢，拢爱国家考试，啊，互这人去检查。啊，伊检查迄个部分呢，拄啊讲消防设备。建筑物的外观，吼，啊，甲这个建筑设备内底，伊就包括这个拄啊讲换气设备啊、冷气设备、等等这些设施拢包括这个内底。啊，定期申报这个部分呢，已经实施到伊即马伊的建筑法，因的建筑基准法，如果你若无来申报，甲你罚100万1倍。哦，所以有强制性。有啊，伊相关的技术签证啦，不实的时阵，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哦，刑事哦。啊，就是因做甲真认真啦，真认真。啊，而且讲认真嘛是爱务实啦。伊嘛是针对一寡讲超过3楼以上啊，是超过几楼以上，伊有逐期甲伊纳入这个规范。啊，所以这个因即马已经安尼做啊，咱即马嘛有所谓的公共安全申报检查制度嘛，啊，咱这个制度有，但是咱即马公共安全申报这个代志，干那你申报啦，无你有符合消防的无？啊，你有符合这个这个升降设备啦，啊，个什么迄个避难设施等等这，它是比较涉及到公共安全。哦，迄个部分，伊无想讲这嘛算做公共安全。泰鲁嘛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吼，啊你冷气机这嘛是涉及公共安全嘛，所以这个物件应该扩大定义啦，吼。对，伊的范围爱扩大。是，我感觉营建署吼，听到这个节目，我是甲伊呼吁建议讲，你爱修改这个公共安全申报的迄个项目，吼，啊扩大这申报检查的这个范围，啊慢慢啊去改迄款的。那么旧的遐变那种旧的遐嘛无法度改善。是啊，怎么样来整件维护？法规松绑，真侪所在爱法规松绑就是安那。你像讲拄啊讲弄一个铁栏迄个爱载重600公斤，迄唔是，迄一定是迄一定是一个外推嘛。那外推这个是涉及到建筑法建蔽率这个超过嘛？啊，你法规如果没有松绑，伊这连安都袂当安。对啊，你袂安你啊，人啊检举你就违章啊。对啊。对，啊，这个物件因为这牵涉到外观的部分，外观哦，讲到外观，这个当然是一个都市的一个品质的问题，一个，大家拢是希望讲爱美观嘛，啊，但是。安全跟美观两个来比较的时阵是什么较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可以会当讨论，啊，讨论了，你若讲外观，你得规格化。咱较早讲铁窗，嘛毋是讲铁窗袂当做，啊无囡仔落落去，到尾讲无要紧，啊无来做一个防坠设施，啊较早铁窗。歹看大喜事的时阵发生什么代志？发生讲大喜事就是，有铁窗，结果寿喜拢新鲜，啊逃生不及，啊就死人，啊所以这个铁窗嘛爱规范，啊这个广告嘛爱规范，当然你同款你冷气嘛是爱规范，
啊，所以这个道理哈，要规范它可以，但是你要让它有松绑的机会。所以是无界的人来参与啦，才可能会当落实啦。啊，无咯，写到安尼2部分天哦，其实咯下骹手大家拢凊彩偷偷摸摸、聊聊笑笑啦。对，这个。我要讲的是讲吼，这个大楼，咱这发生代志，这个大楼，伊是86年起的，伊是伫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之后啊。但是建筑拢是以前的。对，但是爱讲吼，伊这个建筑以前。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伊有一个规定，就是讲。领这条建筑，如果伫个公寓大厦迄个条文，就84年6月28公布以前实施的，迄叫做古公务。那个就是古公务吼，真侪所在会使凊彩，所以新公务都袂使约定专用乱约，所以哦，意外定伫卡盒顶头发生。但是即马公安检查是规定，拢一定爱检查的嘛。那头王金老师有讲啊，伊就是要看咱的紧急逃生避难，吼啊，啥物叫紧急逃生避难？咱即个阳台敢无缓降机？哦啊，咱即个阳台敢是紧急进口？啊，无咱的即个消防车、救护车要来咱救的时阵，要为对救，全部拢围掉啊！安尼嘛足奇怪呢。即个公安检查的人，因到底有甲即个物件写落去啊？吼，对不对？因为毕竟即个大楼，伊得面对大众的所在空间嘛，吼啊，所以讲头仔王金老师咧讲的，这我是有认同啦，因为吼。咱头仔嘛私底下伫遐讨论啊，伊即个冷气的室外机要装的即个物件，爱搁兼具美观，莫搁去互人检举啊吼。啊，今仔要来进前拄康助理伊咧通电话，伊讲，哎呦，知青姐，我哪毋捌看过咱台北市有迄个阳台的厝。我讲你可能小少年。因为安那住伫遮20-30栋，全部拢是。伊足少年生出来拢看到阳台外推啊啦。嘿，拢足少有迄个阳台的厝，但是有无代表这就叫常态。吼，这已经量已经大到有无？咱即马讲吼，我毋知已经得死偌济人啊，吼对毋对吼？但是咱为虾米要出来讲？咱是希望讲政府会当甲咱加一个力。吼啊！伫个法规顶悬看是旧的大楼要安怎去松绑，还是甲咱辅导？无咱来讨论一下讲，哦，从咱的公寓大厦管委会讲，咱这个大楼要安怎来改善，对大家拢好。咱若甲定落来，会当去实行的机会，吼啊，互咱危险的代志渐渐拢莫搁发生是，科长，你今仔准备了一件迄个爱配这个。科长吼，你摕你准备的这个图吼，甲咱解说一下吼。这就是新大楼所留落来的装设备的所在。这是新大楼所留落来的装设备的所在。不过你看，无栏杆，嘛无吊环，咱这24楼呢，这摔了人就无去啊。这有楼位，但是无吊环互你。无。你迄有狗啊？你要搞去倒位？系啊，所以政府搞边啊？有规定讲，咱这内政部的图啦，吼。是。哦，就是正常是安尼，有栏杆，有吊环，咱安全岛才有所在通行，人徛伫遮维修才有法度。啊，搁有，这是旧的大楼，这是原本创新冷气机放的所在。啊，因为创新人较吵。人无爱较掂的用这种分离式的，放伫遮，效率有够歹的歹，啊放伫遮佫无法度维修，这嘛是23楼、24楼所在，无所在通徛，用搬起啊设起就无啊，即摆就放咧啦，歹去啊，即摆就是歹去规组拆的，叫我去看卖咧，看讲这要安怎修理，我看到哇，我真正无法度呢，一定爱吊车来啊！要叫吊车才有会使处理。是。我事情来咧。嘿，我你这张补充一下这张的啊吼，咱足侪人拢想讲啊，即块迄个冷气的迄个雨伞是有无吼？即块啊吼，做安全的。是啊。这无安全吗？这足无安全的，阮做足侪地，伊就落落来啊。为虾米会安尼？咱的厝会旧啊，吼，嘛会漏雨啊，吼，啊是毋是旧啊？伊反正伊内底钢筋迄间拢生生啊，嘛是有可能。而且你为我即张图的即个所在一看，已经拢裂开啊，吼，安尼你搁相信即地吗？所以基本上咱咧斗的时阵吼，咱就是爱加装铁架，有无？虽然讲伊一地，
但是咱嘛甲当做无形的，咱嘛是爱搁共款装这个铁架，安尼较有安全。我头仔伫咱台北市的路顶看，即个下骹就是拢无任何的物件，落来嘛是讲着人。共款的代志有可能搁发生这风台小哦。可煞一个。嘿，共款的代志有可能搁会发生哦，而且吼，我嘛捌看过足奇葩的，伊即个内底竟然无钢筋，伊当初是毋知影哪空起哩的，嘛有诶搁内底搁贴砖啊，为伫较早的建筑物吼，有诶足好心的，伊个做甲足好诶，啊有诶吼，你想讲太炉搭甲真勇，结果内底是空的，你嘛毋知影。所以吼，咱有当时咱咧做这个时阵吼，咱实际上现场的施工人员，咱去场勘的时阵，吼，这是足重要的。确定有空心无？确定伊的状况是安怎？会当咱比如讲，咱这2天拢风台啦，下礼拜还有台北市吼，会可能来台北市吼，即摆来临时来看咁好。应该是台湾真无用啦。顾上你甲讲，安尼临时来看，恁敢有通好来顾强来加强？即摆有咱排甲足满的满，哦，你开始足无用啊。是，而且足侪人吼，拢斗伫即个下骹吼。啊，会斗的时候会斗钱，维修的时候袂维修钱，要斗新的时候，甲阮讲，甲咱甲旧的拆起来，阮怕歹势，我嘛无法度咧。迄个当初是毋知有啥物人有法度安尼，像迄蜘蛛人爬到8楼，啊凌空甲斗去，啊即摆会当搁请伊搁来拆落来吗？吼，阮有当时啊吼，阮若接到这个工课，就想要扩商共款有无？阮都感觉奇怪，迄当初是啥物神力的超人甲伊斗起哩的，即摆阮哪会无材料搁甲拆出来安尼？吼。顾上咱这个图表吼，这个你有熟悉吼，空调的基座啊，平台通道即不锈钢的这个护栏的这个规范吼，这内面所写的吼，这是咱这法令当中吼。这算作是冷冻空调的，恁的协会所做。这是台中市伫111年规定的，是台中市自治条例。自治的条例。因真早就咧开始讲，阮到示范机爱有安怎安全的方式，啊，搁有爱留维修的空间，这拢有开始咧进步咧，开始咧改。毋过敢若限定伫台中市，咱其他所在拢还袂有这个法规规定。无这个规定。无，即摆拢还无。啊，这是应该是针对着新旧的这个公务大厦拢共款，所有的物件拢你也要装新的，就是爱照这个规范。是。啊，若拄着无法度咧，我也是要问着，啊，拄着无法度，你就讲歹势，这条钱我袂使赚。是，这种安全的物件无法度。别人会甲装啊。别人会甲装吼，这就是青黄不接的过渡的时期啦。是。但是哦，除了法令哦，咱也知影讲有一个高空作业。高空施作冷气其实有一个营造安全卫生设施的标准第17条吼，雇主吼超过2公尺就算伊就要注意安尼2公尺以上的工作场所吼，有落落来有可能性吼，就要对着灾害防治计划。这第17条啊，职业的安全卫生设施吼，规则第225条，这侪条呢。吼，2公尺以上嘛是有讲哦，爱施工的工价，吼爱工价，而且安全网或者是安全带像你这，吼，所以咱这个法令其实是算作交转啊呢，吼，咱这法令是算作交转啊，林老师。不过伊就是伫个这个施工，他算讲伊甲这个建筑法吼无连接，没有连接啊，无连接的时阵吼，去到即马来，咱到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到管委会，伊个无你了解这个法律的规范啊，所以规尾来总结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咱即马因伫个这个职业安全的规范里面吼，伊拢是对雇主甲这个工人中间这个。咧做规范，做规范啊，做规范啊，雇主你争取这个生理的时阵吼，你这假期的吼，免来，我就找一个普通的就去啊，吼啊，所以这个咱即马伫讲这个无安全的代志吼，伊会使讲每一工拢伫复制啊，伫发生啊变哪创？我感觉应该爱甲这2个法律吼规范吼，爱甲伊结合。爱甲这结合，
甲建筑法吼，咱拄仔讲建筑法的公共安全申报的范围，定期申报爱扩大。啊，公务大厦管理条例内底第8条就是讲，周围上下外墙面吼，啊，甲这个楼顶平台啊，无属于这个专有的这个防空片啊设施等等，这外口这牵涉到这就叫做公用部分。啊，公用部分就是你管委会爱管，啊，管委会爱管的迄个部分，尽量爱去设一个规范，较紧的爱去做一个规范，会当嘛你讲有人楼顶的迄个屋顶平台无必互人设主机，我感觉迄个唔对。你遐设咧遐上安全嘛？迄就是讲迄涂骹，啊涂骹迄个所在风上流通上好，啊但是伊就是考虑到讲啊，这可能会去插到电路迄个人，可能是安尼。但是你公共安全迄个代志，大家应该对家己的权利应该退让。所以也够真侪参详的所在。是啊，另外一个我要呼吁政府就是讲，像中古的公寓大厦哦，你应该把这个都市更新整建维护的补助啊，是讲这个咱要去鼓励人要去设楼电梯，就会使补助啊。啊，你做这个，如果咱若甲伊规格化这个冷气的系统、装设的位置系统，啊，你建筑法规松绑，啊，也有一寡补助，甚至税金嘛给补助嘛无要紧。我感觉这个部分吼，咱人日本拢有咧做，啊，咱应该会使思考讲，咱嘛是照这个部分爱去鼓励。啊，一方面法律责任伊袂走哩，咱爱去宣导讲，你毋通讲，大家目睭拢无看到，当做无代志发生。但是等代志若发生的时阵，你真正这个你责任背袂起啊。一个囡仔遐尼优秀啊，佫理袂清呢吼，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是厝主还是整个公务的人，拢爱负责任，这真是真麻烦的吼。对啦，啊，这责任其实若从法律来看的时阵，拄啊讲迄所有权人，啊，迄个使用的人，啊，管委会可能拢有会去牵涉到责任。啊，当然拄啊迄个雇主，啊，甲迄个工人，伊的是毋是有故意啊，是过失致使这个不幸的代志发生，这拢是一个责任认定的时阵，伊伫个法院伊会去针对这个事情去认定啦。啊，但是咱即摆咧讲的这个代志是讲啊，反正亡羊补牢，啊，你补牢就是希望后摆不幸的代志袂当发生嘛。就是整个这串接起来吼，爱逻辑爱一致啦，才有通啊防止吼。是去。其实吼，我简单讲者，那以咱的扛棒啊，咱若伫路边看到伊生的时阵，咱去检举敢有效，因为伊有主管机关。但是咱的冷气，咱若伫路边看，哎呀，这冷气要落落来啊，做危险，敢有主管机关没有？报无路呢？无路，嘿，啊，所以讲，咱敢若知影地水会当去告环保局，嘿，地水会使，啊，相差会使，拢环保局，啊，要落落来咧，还袂落落来。吼，所以讲，我嘛是敢呼吁讲，因为咱的监管机关。伊应该伫个即个部分，伊若是伊的主管机关话，至少，我检举，伊会当讲限期改善。虽然讲你即个冷气要甲我安装，想要甲我申请，但是我即摆看，西山有可能落来，有人检举的时阵有无？至少我当限期改善，啊，互咱遮的民众至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伫咱的法律还未跟上的时候。尤其是风台季节都要来哦，啊，这台北市吼冷气实足济。科长，你有互咱什么建议吼？尤其哦，咱的观众真济拢是都会区吼，啊，人口真密集，啊，装冷气的实在足济啦。即摆要咱来检查啦吼。检查就是咱看这张相片，好，伊的骹座若是有生线，你着上好是爱叫师傅来甲换掉，换这个骹座，换铁架，换白铁仔的，换镀锌的嘛会使，不过上好是建议伫种外口拢爱换白铁仔的，迄膨胀螺丝嘛爱钉拍，迄才是稳的，迄才会栽。即几家佫会付啦吼，佫会付，但是你就无用的对啦。是。今仔日吼真无简单哦，伊也准备了真济吼。科长，你甲咱讲吼，在恁装这冷气的实务当中吼，那么咱在咧讲。伊的厝地内面，伊要3台、5台，尤其若是要变频，那去到5台吼。啊，若要装的时阵，
恁的过程，恁咧装的这个过程是啥物正常的过程？讲互观众朋友知恁安怎评估安尼甲处甲顾，因为真侪人其实拢委托互这个设计师咧。对。一开始到现场，阮会看现场有几个房间，啊有若房间数量足侪，阮会建议用多联变频，用 VRV 这种一支讲就会使解决所有问题，一台话机所有问题拢解决了。毋过贵，足贵的，毋过足侪人无。贵偌济？30万一台。啊，那一般咧？3万。一般3万。是，贵要10倍。是。我你5台15万啦。但是你就变做要装5台啊，是毋是？5台就15万嘛。对。啊，所以这减一半嘛。是差不多。减一半，啊，但是伊是毋是会较省电？省电足省电的。啊，你着爱做生意，你要甲讲啊，讲哦，虽然较贵，但是会当省电啊。15万嘛是钱，足侪人无愿意开这个钱。啊，阮搁爱装铁架啊，啊，搁爱叫吊车啊，啊，阮烧灯光的时阵，啊，搁有阮师傅来烧，啊，搁有足侪爱灌氮气啊，足侪物件爱注意，爱做好。所以时间嘛贵。是，阮时间足贵的，因为安全。啊，搁袂漏水，阮啥物拢爱做到上好，这是阮的标准。啊，所以这简单来讲一句，安全都要用钱落去买啦。是啊，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系啊，危险作业就是要用安全的一寡辅助措施的去甲伊控欠，就讲啊，今仔较危险，我要甲伊收较侪钱的，结果我无加任何物件，我是用我的名去换钱，毋是，阮是用钱去换安全的物件来补助阮会当较安全施工。所以为虾米阮爱同空调公司安尼较好的去合作？因为阮是生命共同体，出代志时阮是做伙出代志。无啊，甲观众朋友讲，因两个毋是一组哦。毋是一组。只是要有志一同啦吼，对着安全要有概念啦吼。最近你甲咱讲，你摕这张相片，这是啥物意思？其实吼，咱咧做施工的时阵，足侪人拢无去看到细节，像膨胀螺丝就是细节。这个物件嘛是细节，你看伊这个天棚，伊拢有做足侪吊针，所以讲吼，这个施工的公司啊，伊咧做空调时，伊甲所有的管啊、啥物啊，佮有包括咱这电线拢遮尔重着，伊全部拢排伫咱的天棚顶管，伊无走支架，所以变成甲遮所有的载重的物件拢落伫这个天棚。伊无架架落去。啊来载落去，好佳在下骹无人，吼，好佳在即马下骹无人，啊哪有人呢？好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你开的钱，啥人讲啊？你拢遮贵着，贵就是开伫你看袂到的所在嘛，保护恁的安全啊。吼，啊有当时啊差3000块，人无要互咱做，差1万块，人无要做，啊毋过咱无趁比人啊济，咱搁趁比人啊少，吼，就是拢开伫遮。所以啊，咱咧比价，但是一般消费者其实就对这个，因为恁较内行，恁专业，但是伊咧听你专业的时阵，伊就爱搁去比较。那应该在比较这个基础顶头，伊要有相当的底线吼。课上你当讲互观众朋友来听讲，你上无爱知影什么了后，啊你听，不管是装潢师还是恁施工者，咧讲的时阵，才有通判断。阮上重要的是爱看，这个建筑物内底，阮甲设计师配合。伊要用吊引的啊，还是要用啥物壁挂，还是啥物拢会使。啊，毋过要装啥物物件，爱上爱个因的同意，啊，阮才会使装。啊，若是要装，那阮会拢建议讲装拄啊好啊，还是装，阮会是较建议讲用多联变频这种较好，因为阮施工较方便，放设备的所在嘛较安全是。所以。俗边无好货，是啊贵的，即摆贵一摆，啊以后当省电，较免开啊侪电费，唔对，差多控制嘛较好。这就是，但是这有的是厝的条件无法度扛啊。哦，这厝的条件无法度扛吼。这王金老师，上后尾你甲大家观众朋友来理解讲，那我处理我旧的这个公务的时阵，尤其在这个风台季节吼，咱应该要注意啥物啊？公务大厦管理委员会其实有的是真诶小案件，根本就无咧接济呢。是啦，所以要是爱
如果若管委会吼无真公平的时阵，那只好就是像拄仔讲，迄检察官会去告起诉恁39号啊，所以家己的部分家己爱负责嘛。所以即马就是讲至少你家己的部分，我较早咧消基会，咱迄个面盆啊，面盆瓷，迄个有当时会爆炸啊，不是爆炸，陶瓷不会爆炸，它是掉下去，然后落去的时阵尖的所在，甲你插拉着你的动脉，啊你流血流伤济就死。迄个都有危险嘛，啊，所以讲，咱兜的冷气放遐久啊，螺丝迄壁壶这会设备设施啊，若无的时候，当然爱去请一个师傅来甲咱检查一下心态啊。